卡杜比迪就報稱時間最快啦，24秒04。係。再後邊再過一條線咧，就馬來西亞就24秒24嘅。係。留意阿斯幾位。利呢幾個都好快啊！優先停嘅彎係跑得好流暢嘅，睇一睇起跑點啊！唔得，起步要再嚟多一組嘅技術問題。香港優先停第5線、第6線，24秒04嘅卡杜比迪亞斯利蘭卡選手，同埋24秒24嘅阿斯利馬來西亞選手，呢啲係佢哋個人最佳成績好接近呢4個。咁而第9線嘅拿沙咧，咁阿聯酋選手都係24秒61嘅最佳成績。好，優先停咧就起步就唔係話太快啊，睇睇可唔可以追翻上去，因為外線嘅選手斯里蘭卡咧就好快已經出彎已經過晒㗎啦，但係佢後邊咧應該有追翻上去近啲㗎啦，睇睇追唔追到上去？但係 Q 有機會啊，係啊，咁佢埋邊先啦，小心啦！亦都有位尼泊爾嘅運動員頂到第2，哎呀有啲昂啊！都應該夠嘅， Q 應該都冇問題嘅24秒09衝線係。不過見你起步就唔好流暢喎嚇，係緊張嗰啲，好似假咁跑落去，好似少少。同埋佢起步，我覺得彈出嚟時好似有少少失一失個重心咁樣啊，計一計。咁好彩力量夠頂翻住24秒09啊，佢都係應該1幾2幾嘅水平啦。應該。咁啊爭在睇下睇下有冇機會24秒49都睇有冇機會啦。哦，應該第2係印度選手啊。24秒29冇問題啦，已經肯定係細 Q。哎呀，咁就香港2個啦。係啦，咁啊香港2名嘅選手都成功進入到去200米嘅決賽啊。咁希望優善寧決賽表現穩定翻啲啊，再希望可以突破自己成績啦。琴先嘅風速咧就-0.1嘅，都係冇乜風。